来关心野球，中华职棒伫昨暗因伫台南比赛，统一狮对乐天桃园，统一狮以11-4拍赢，摕到今年顶半季的冠军。这嘛是统一狮的总教练林岳平做教练第4座季冠军，伊嘛是队史上的头一人。顶半季的成绩一路领先，不过已经停牌真久。统一狮伫台南主场的保留比赛，因是季的脆弱，总算伫因的主场摕到冠军，现场放出感觉色的彩带庆祝胜利。非常恭喜统一狮一整个上半季的努力啊，终于拿下。统一狮开季气势是真猛，不过嘛经过一段连续失败的时期，就亲像对季冠军的大考验。这暗统一狮成功摕到第17个季冠军。这嘛是总教练林岳平总，加做教练摕到第4个季冠军，加做队史的头一个人。虽然在6月初球队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下，所有的人挺住了连败。那在最终，在我们台南这4场连胜夺下胜利，感谢所有的统一狮的队职员。原底5月28比赛进行到第2局顶半场0-0的时阵，因为落雨冻点，统一狮派罗昂来接手，对战乐天桃园的日本籍投手铃木俊虎。这个低角度的球，安可挥空遭到了3振。但是要封王的决心。第5局下半场，统一狮苏智杰带头攻出带有1分打点的安打了后，球队开始一路拼落，1困头6分提过手。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回来 ，save 直接踩回来，而且传球的时间呢，第一时间捕手没有接到，所以垒上的2名跑者再向前推进到得点圈，统一狮队把这个得分的大门是完全的打开了。在差7分的情形之下，中国者当稳稳出场，顺利守掉的无失分，将其尾统一狮以11分比4分拍赢乐天桃园。在9000外的球迷加油的声音内底，摕到今年顶半季的冠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